如果世上有如果，这个假设带给我们一种深刻的思考，对现实的无尽遐想与对可能性的探索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陷入对过去的回顾与对未来的幻想中，思考如果当初选择不同，会不会一切都不同？这种思考方式反映了人类对未知和对可能性的强烈好奇心。首先，假设有如果，我们就可以在想象中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和经历。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带来对自身行为和决策的更深刻理解，也可能促使我们对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然而，这种如果往往是虚幻的，无法真正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。它们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完美结局的渴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往往会让人陷入无尽的自责和焦虑中，难以从中抽身。其次，如果还可以成为创新和创造力的源泉。许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足和对如果情况的想象。科学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们在面对问题时，通过构建假设和设想不同的可能性，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。这个过程中的如果帮助他们突破了现实的局限，开辟了新的道路。然而，陷入如果的困境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。过度的如果会使我们忽视当前的现实和实际行动，浪费大量时间在虚幻的假设中。人们需要学会平衡对过去的思考与对现实的把握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际行动中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果的幻想中。总之，如果世上有如果，它既是我们对美好可能性的向往，也是我们对现实的不满的体现。它可以激发创新和创造，但也容易导致无谓的审溺。理解如果的意义在于，我们要学会从中汲取积极的力量，同时珍惜和把握好现实中的每一个机会。